陳順超先生，咩嘢係美聯物業分析師？大家好啊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Benny。啱啱講啦，我哋香港咧其實咧都坐擁咗全球咧有100強嘅大學入邊咧，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咧其實佔咗5間。咁啊 ，ConU 啊、CU、UST、Poly、City 呢啲其實咧都係全球8大以內。如果一啲海外嘅學生嚟到香港，喺大學入邊冇宿位，咁佢哋唯一嘅途徑要住嘅咧，其實就係出翻去私人市場度去揾一啲單位租住。咁啊，所以見到咧呢個咧係帶動咗咧好多喺大學附近嘅一啲區域嘅屋苑咧，其實佢哋嗰個住屋需求咧個租金咧都係上得好快。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，其實啟德咧都係一個喺屯馬線沿線嘅地方啦，都會吸引到一啲嘅學生咧，可能會揀啟德呢個地方去租住，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，啟德呢個新嘅地方嘅規劃咧，其實好多時聽翻咧都會同佢哋可能喺內地嘅一啲小區一啲嘅設計咧，都係成個規劃咧都係相對㗎。咁啊對佢哋嚟講咧都有一個親切感喺度，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比較吸引到佢哋